嗱，講咗呢一啲起卦嘅方法同方式之後，我哋喺起卦嘅時候，亦都要講一定嘅規矩嘅。咁我哋起卦都有啲咩規矩呢？嗱，首先最重要嘅，我哋一定要洗手，要淨手，因為無論你係用手機、用啤牌、用龜殼嚟起卦，都係喺內心求測一件事情嘅發展同埋結果係點樣嘅，所以我哋一定要洗乾淨自己隻手。第二呢，古人仲要比較講究呢，就係焚香同埋燒香啦，因為舉頭三尺有神明，所有呢啲咁嘅嘢都係形式上面嘅。當然呢啲係信則有，不信則無啦。咁如果你焚香嘅話，就顯得更加誠心同埋正式嘅。仲有一個比較忌諱嘅話呢，一面起卦，一面燒煙，一面飲酒，咁樣呢就係永遠就冇誠心嘅。人哋起卦嘅先生亦都冇去同你解卦，睇見你咁樣嘅一種狀態，都冇去同你起卦解卦嘅，因為你本身自己都冇誠心，人哋預測嘅點樣會準呢？係嘛？第三，講到心誠，你起卦陣時呢，心裏邊一定要默念呢一件事情嘅疑惑或者係疑問，而唔係話去喺心裏邊默念呢件事情要成功。就比如我今日要求升職，咁你喺心裏邊默念嘅話，一面起卦一面默念呢，你就要講希望得到上天指引。咁啊，呢個升職嘅機會到底有定冇有？而家要求上天俾我啲指示，係咁樣去誠心嘅去起卦，而唔係話我求升職成功，我求升職得發財得發達，唔係要求結果，係求一個過程。因為預測係一個趨勢，佢咪係預測有乜嘢準確嘅結果，係表現一個趨勢，所以呢呢個就叫做趨吉避凶，佢咪係話可以改變任何嘅結果。呢個呢就係起卦啦。如果大家要學習更加多嘅起卦嘅內容嘅話呢，其實一兩個視頻係講唔清楚嘅，所以呢大家可以關注下我呢個號接落嚟嘅視頻呢，同大家講解更多嘅關於卦象解卦嘅內容。